讲到净零碳排，其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嘛无一件代志会当疏忽。今年经济部甲工业技术研究院结合南台湾产业所举办的展览，就展出超过20项减碳技术甲应用服务，其中用废弃竹仔所改造的产品，已经运用伫民生、环保建材甲美容妆品等等，将本色变黄金，嘛达到净零碳排目标。竹子的生产的环境非常的快它大概4年就可以成木所以它必须要疏伐。那疏伐下来之后呢，其实它就必须要去做成一些，它就可以去做成一些负碳的材料比如说像是绿建材啦或者是它在过程当中可以去做成相关的一些帮它宠物的用品或者是宠物的这个皮肤病的一个用品都可以来做一些比较高质化的应用。为了满足2050年净零碳排新的趋势，现在纺织产业卖当用低碳无毒的微生物染料来取代石化原料，运用伫背包、牛仔裤等产品，而且已经成立新品牌量产。开发出来用微生物、用大肠杆菌去做一个基因的转殖，那基因的转殖代谢出来呢，它就会变成一个100%的生质的，而且是完全生物可分解的一个染料。那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因为它整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是这个非常低温，居在室温的部分，所以它在减碳上面呢，可以高达40%的一个减碳的效益。那第二一块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100%的可以分解的，而且是生质的一个材料，所以呢，即便是我们后面应用在牛仔或者说其他伴随着洗涤排到废水里面的，对环境是完全没有任何负担的。净零碳排转型虽然让业者成本提高，不过转型就是商机，而且建立竞争力，对今仔开始永远袂晚。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